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2天在立法院发生了一个代志，就是关于着福陵电厂会当搁再延夜的修法。会使讲，我自细汉看到福陵电厂看到老到即马退休，无爱互伊走。改即个法律延寿20天，要甲留。恢复家园改做飞团，敢有效？今仔日4位专家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福陵科技協進會顧問，也是咱前福陵市場福陵技術處的處長廖世宏。我是廖世宏。大家好。那麼第2位，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會長謝志成。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3位是前福陵市場的廠長王柏輝。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4位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素馨。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首先關心到電價。台灣的電價審議委員會考慮到國際關稅的變化，甲地緣政治的風險，可能會引起到台灣的物價波動，決定講4月份的電價電錢無要起。那麼審議會嘛建議經濟部愛全力去爭取立法院的支持。要支持什麼呢？不補台電的預算的虧損。來穩定台電的財務甲經營。第5年的電價審議委員會開始，經過電價審議委員會2點外鐘的討論，考慮到國際關稅變化和地緣政治的風險，有可能會引起物價波動。落尾以強勢國國際這擺電價無要調整。因為111年跟112年。國際的燃料價格的大漲，主要推升台電公司累計虧損達到4229億元。我們希望說台電公司在有健全的財務體質，若是能獲得這個撥補，當然有助於台電公司的財務結構的這個健全。目前台電的財務狀況負債比是高達93%，到去年虧損金額加起來有4229億，預估今年有可能虧損500億。經濟部要求台電要對經營面開源節流，台電會透過精進燃料採購策略，調升線路設置費的收入，銷售低碳電力 RE30和幫地活化這個方向來打拼。台電預估在2025透過 RE30這個措施去銷售差不多是5億度左右的綠電，跟台電公司在核算說它開源節流的方案虧損到目前為止，我們預估可以減少超過168億左右。台電表示講，過去因為俄羅戰爭的影響，燃料成本是大大提升，為了照顧產業民生，台電吸收金額是高達6000億，向台電做通膨擋土標的角色。放眼國際，以日本和法國來看，過去補貼電業的價值攏超過5000億以上，但是 CPI 年增率同款是破3，一直攏真懸。當來看台灣，因為得到半補主體電錢的起伏，敢若7%，比日本、法國更加低。2023年 CPI 年增率2.49%，表示半補對穩定物價有作用。是不是能源政策的錯誤，然後造成所謂的電價的大漲？不管是核電佔比比較高的國家，法國跟韓國，我們不管是在民生跟工業的電價，都遠少於核能佔比比我們更高的這個國家。台電講，針對後半年的電價審議會，趕快會提供成本給委員參考。經濟部是閣一擺話話，希望會當得到立法院的撥補，才會當幫助台電財務的結構健全。記者綜合報道。雖然咱大家看這個新聞是關於着電價，但是其實背後就牽牽涉到講福陵電廠是唔是延夜？這頭一個，第2個就是講電價有關到咱台灣的這個民生物價，穩定物價這個作用。立法院即馬佫無愛互你撥補，而且立法院3月31號通過了這個修法，這個會當創啥？會當延夜，會當延壽啦。本來福陵電廠40棟，我會記得我細漢時，我今年都要60啊。我就細漢5、6歲去墾丁佚佗的時陣，開始遐一粒球啦，慢慢來。即馬佫要延夜，佫延長到60年哦，無愛互走。
但是这个烟压相关哦，咱也知影，这个民间团体吼，尤其像咱环保联盟也好，还是像素馨吼，因这30档无40档啊吼，30档吼，拢咧处理这个议题，嘛提出了真侪疑问哦。4月1号，总统特别叫这个工商团体来讲，你放心，我2032年为止，我电哦绝对无问题。我要先请教咱的前处长吼，这个无问题的前提，你的理解是讲，一定要加这个核能才有效，啊，若无只一定会拗道，你感觉咧？我感觉，首先我爱特别声明啦，就是讲台湾即嘛，过去台湾讲一个每一讲就是高峰，11点到2点，即高峰。但是即嘛已经变2个高峰，中昼一个，暗时还佫一个。那中昼迄个，因为太阳能发电慢慢增加，所以备转容量基本上是无啥物大问题。但是到暗时啊，比较有问题，为啥太阳光拢无去啊？无去了，迄阵变讲其他天然气爱起来，天然气会起来会顺利袂？要看讲台电即摆做足侪天然气电厂，会基础会当袂当如期？会付气，袂付气。会付，若袂付可能 OK， 若袂付大概就比较备转容量都较无够。安尼哦，另外，我爱特别强调，就是讲电有够无够，甲咱的经济真大关系。咱经济发展也好，用电就大，尤其即马半导体吃电大，搁再什么个 AI 起来，迄种家电都较重啊。如果半导体跟 AI 很快兴起，我们就有缺电的疑虑。若讲慢慢来，不要紧，大概就比较没有缺电疑虑。但是以咱今上的这个高度，伊会当讲2030绝对无问题，是毋是有考虑讲 AI 还是讲拢甲什么物件拢甲考虑在内，所以挂保证讲你放心，伊个特别甲叫来呢？你感觉这是有来征询恁的意见，还是讲伊参谋互伊的意见？因为这个我唔知啦，我唔知这代志啦吼。以前我相信伊绝对有甲台电研究过啦，但是你知影什么代志哦，拢有风险啦。吼，什么代志无绝对啦？无迄个100%啦，风险高甲风险低啦。就我讲经济情形相反，天然气基础会管理到时间情形相反，这种影响，那这一旦顺利，可能问题较细。那这无顺利，确定都有疑义啊。安尼会长贾老师，你认为咧？电有够或者是无够，是供应甲需求两方面的代志。是。以目前的做法，目前台电甲能源改型的方向，就是讲要加强再生能源，加强风电。因为这个再生能源的进电和2025年的目标，佫有淡薄仔差距。是。加上这段期间对再生能源的这个增加，拄到真大的阻力。包括大家讲的，就是一方面要将核能降低，要将煤炭的发电降低，所以特别增加这个天然气的发电。目前为止，天然气的发电呢，拢以选接收点的这个部分产生真大的阻力。伊讲第三接收站、第4接收站进度拢延迟。比如讲，最近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的嘉南迄个第4个接收站，伊就足慢7档，所以开源有足大的阻力，需求呢一直提悬，所以会使讲面对这款的情景，挑战真大啦。对环保团体来讲，我嘛无法度去替政府保证讲供应一定无问题。会当希望的就是讲需求面会当透过包括节能，包括这个产业转型来降低这个需求。老师，如果你若要开药房吼，爱开什么药房？节能，大家较民生用电较少一个，因为经济发展无法度少啊。但是民生用电，
大家责任敢有法度，然后会负起。啊，这接收站，那就现不现就唔是错之在我啊，都错之在人呐。啊，这是这要安怎？这有啥有药方无？这个需要政府加强沟通啦。哦，处长，你有话要讲啊？我就以这年吼，以全世界 IEA 吼，国际能源总署，大概都是1%左右尔啦，1%至2%左右尔。加1%嘿，上最是安尼尔，全世界的趋势就是安尼尔。所以节能做甲足认真，也是有限啦。哦，安尼，我要来问强调吼，强调。好啊。即马拄啊好吼，这会当延寿20年啦。对。但是不过人民团啊讲哦，你要重启，还佫真侪工课爱做呢。佫吼，我替你读一下吼，所以我替你读一下，讲吼，福安三法爱先修，吼，啊第二，这个赔偿法、福陵损害赔偿法，啊善敌天灾免责，吼。损赔上限，而且要求延长请求权的时效，吼、当时你这边还佫要求延压爱补办环境影响评估呢。当然，这声落去，还是讲无啦，即摆就是反正伫法院，就是国民党就咧处理，啊会当好好啊来处理，哦，啊就较顺势来处理。你的态度？我是认为安尼啦，咱已经达40年吼，2001厂、2002厂、2003厂，拢已经服务40年啊嘛。啊，服务40年对台湾也无啥物影响啊，对无？大家讲核废料无位通放，啊，即马开始核废料就用干处理啊嘛，吼。啊，你搁继续20年，核废料嘛是用干处啊，对无？吼。啊，至于讲，咱咧讲一寡迄个啥，迄个修法，这是文件的问题啦。上惊的是惊啥话？惊硬体、硬体咱做袂到。拄啊，谢教授你讲的讲啊，3阶、4阶，只要搁几啊年，我做过工程的人，我知影。我讲，迄个硬体你无法度赶紧，但是文件咱有法度赶紧。文件咱会当缩短，吼，若无影响咱会当来缩短。所以呢，上重要的就是讲哦，这个文件的物件，达缩短。啊，应摆行政命令的，讲爱5年以上，爱几年以上，咱会使讨论看嘛，来缩短。哦，安尼吼，咱会当达即个2002厂、2003厂吼，搁要继续搁服务，当有法度。啊，你若吼硬邦邦，讲无爱，啊就无法度。真正我讲啊，无法度。啊，一点就是讲哦，讲啊，咱的领导者讲无要紧啦，到2032决定有电互你的啦。吼，啊，我讲互伊听，我嘛还要听过呢。讲10年来无要起电价，对无？嘛有人安尼讲过啦。10年来无要起电价，但是阮兜巷仔口的迄落面包店已经起5块啊，一个包仔都起5块起来啊，起你等我，对无？啊，一寡物件拢起你等我，即几个月拢起你等我，所以讲政治人物讲的物件，坦白对我来讲，我今年70几岁，对我来讲，我感觉讲听咧就好啦。吼，听咧就好，但是你爱有一个实际的根据。根据咱会使，对无？啊，你无实际根据吼，做袂出来。所以呢，咱会当讲的就是讲，2002厂、2003厂已经达咧40年啊。啊，40年遮久，拢服务较好势。啊，咱若要搁继续搁服务，会使。遐一寡文件的物件，达缩短。文件的物件达缩短。啊，缩短了，咱来评估，吼。啊，评估会当做就紧做。是安怎讲？20这40年，互咱台湾经济发展帮忙足大的。各位可能较唔知影，在民国70年左右的时，核能占53%。迄几年有发生石油危机、石油危机，但是呢，咱电价也无起，电价无但无起，搁落，这有数字通好看，官网拢有通好看。吼，所以呢，有个人讲，你用核能就安怎，用核能就袂起价，唔是核能。一度苦瓜，天然气偌济3块左右，吼啊，再生能源偌济，外国的6块7块，拜托去买6块7块来做冷气，安尼敢对？强调，这个讲法哦，我
采访这个议题超过30档吼，这是真济讲法啦。我唔是要反驳你的吼，因为等下会长听你咧讲，伊开始咧变资料。我想留一个时间哦，会长讲，我先我素音讲吼，素音，你有赞成他腔调讲的吼？好，我觉得腔调我熟悉足久的啊，你咧讲话拢是老实话。我们都听过，都听过。你讲看呗。对，我们也常常都讨论这个事情。好，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从最基本，如果我们要依法来讲，这次这个立法院里面在修这个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让核电可以延役。但核电可以延役，并不像大家讲的，他今天把申请时限放开来，他就可以延役，因为他其实要有很多本来依法就要做的责任。我现在还不要讲，我们刚刚说我们民间团体要求要修的核安3法，光是现有的法规里面，核电厂要申请延役，本来执照要在5到15年前就要提出申请。为什么？你会需要很多时间去评估它的安全，甚至有一些硬体设备要更换。就像我们一个老的车子，你开满了这个老车的使用期限之后，你不是要进厂大维修吗？你不是很多零件要换一换吗？到最后如果发现它其实不堪用，或者是其实修起来太不划算，还不如去换台车的时候，你就不会去修它，就不会去用它。那通常这个车子我们都会这样想，何况核电厂是一个我们觉得安全应该要采最高标准的。如果我们依原本的法律，就算我们今天看这个国民党立委他去延长了这个申请的时间，但是你还是要走这些程序，这些程序绝对不像王前常讲说过水州的文件就好了，你是必须要认真去审查哦，要认真审查。我说可以缩短，所以可是标准是不能放宽的，免掉，没有免掉。我讲你用国语讲，我也用国语讲。OK。对不？我无讲会使免掉。好。但是我们如果要用最高的标准，时间审核文件的时间会使缩短。我先讲一下大概有哪些，例如说你有老化评估、老化管理报告、实现老化分析报告、最中期安全分析报告，好，还有包含其他一些我们可以说是在福岛核灾之后新增的一些安全规范，包含我们现在发现说，在这个福岛核灾之后，其实有一个我们那时候台湾有请这个2013年有请欧盟的。这个压力测试的同行审查报告，那时候说台湾其实，如果你考虑原本的地震、海啸，啊，这个气候变迁之后会产生的洪水、水灾，还包含就比较多的台风，其实都远高于其实现在那些压力测试欧洲核电厂的标准，因为台湾的状况很特别，所以我不管是我们的地质状况，啊，或者是一些因为我们四面临海的关系，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要纳入新的安全标准里面去审查，所以这审查的时间，我觉得恐怕会比我们想象还久。如果照之前的这个原能会在讲说，可能18、22个月，我们觉得可能还要更久。所以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们公文快一点审查就可以过的。就算如果今天就是有主张核电要延役的，它都必须要经过最高的安全审查。而我们都觉得，甚至这个审查还不够，所以我们才说我们定了这些核安3法，包含选址，包含紧急应变区要不要扩大，包含我们现在的这个核子损害赔偿法里面，我们最高赔偿额只有42亿元，这是很久以前定的法律，原本不够了。今天一旦发生核灾，要赔的何止42亿元，盖核电厂都好几百亿了。目前在日本福岛核灾之后，现在日本福岛核灾还在赔偿啊，也还没处理完呢，都已经花了2.45兆台币了。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如果今天我们要最高标准，核电要延役的话，大家必须去想想，你到底是要付出多少的成本？再来就是你安全审查是不是要走最高标准？不然你怎么为人民权益把关？所以我要补问一个问题吼，然后我予这个厂长来回答，就是讲你睇下讲。18个月至22个月，才有当完成所有的定数嘛，吼。这是最快了。啊，这上紧嘛，吼。如果那文件的时间吼来缩短，按硬体咧，因为你必须要检查嘛，吼，检查嘛无法度紧嘛，一项一项斟酌嘛，吼。恁两个人拢在回答啦，吼，就是我一项一项斟酌嘛，环境影响评估嘛，重新来看嘛，吼。但这个时间若袂付气的。若无电呢？如果无电呢？当然有电无电，就像贾老师会当综合来回答。你的想法？我觉得台湾其实现在并不缺核能这样的电，因为核能目前在我们台湾的电力已经占比不高了，尤其像现在今年核3只剩下最后一个反应炉，只有在4.78%。所以核1、核2早就已经除役了，所以这也是现况，核4也没有运转。所以今天说，如果等不了这个审查为台湾缺电，我觉得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哦，来，因为首先讲吼，讲台湾无欠核能的电，但是电力公司是安怎，每年拢要打离岸讨钱补助，对吧？因为吼，我举一个例来讲，核能2厂加核能3厂，一年会当花差不多400亿的400瓦，400瓦，400亿啊，300瓦，好 OK，伊哦，
一度才块半尔，块外尔，啊，咱卖3块外对无？啊，一年咱这个电力公司赚足侪钱啊！啊，你都唔免赚一半哦。对啊，啊，你都唔免讲去安尼去人讨钱嘛，对无？啊，这对一个公司的迄个财务状况足好的嘛，对无？吼，啊，你讲用再生能源，大家拢讲再生能源偌好拄偌好，再生能源足贵的。你中昼是用一度5、6块的电去吹冷气，我讲一点我吹袂入去，我真的我吹袂入去。啊，第二个讲大事情讲，啊爱做老化管理什么？你爱去了解核能厂的老化管理是每年拢咧做。这个物件是老化，阮有一个英文叫做 aging 的 program。这个物件几年啊，阮拢知影。这就是老化管理上重要的。每年大修的时拢爱看老化管理，所以你唔通准讲，我一个要去看，但讲啊，我这个计图我要到啊，这个计唔是安尼做，是每现在就逐年拢爱把这个记录拢爱做到足完全的。好，来安尼处理，就强调我直接问你，如果若罚2罚3吼，对，互你来做，互你来处理，你有把你通挂保，免讲挂保证，你的评估，你敢若用安尼你的经验去判断哦，你会当上紧啊几个月还是一年啊，互伊当恢复运转？我讲会听吼。你遮老班兄弟拢出来。我讲会听吼，我要来以前，我才问过核能2厂退休的厂长，伊讲我若燃料有位当囥，对无？我若燃料有位当囥，我不管事我就会当起来。啊，但即句话我就听到真头壳痛，我燃料有所在，然后对，这个问题是伫遮。我外囥阮兜啊。逐年电厂拢有大修。这个大修唔是讲咱一台车去，讲固定要来对一个厂安尼修理，迄唔是这个意思。大修的意思是怎？我一个厂评估了以后，对一个物件爱换新的就换新的，对一个物件爱换规个整体的大修，一年半拢有一摆。迄摆大修以后，就等于几乎近似于等于新的共款。上重要的演绎，上重要的是啥物？点知？原子炉佫会淡无？这新啊，佫会当当的。对，原子炉佫会使无？啊，咱核二厂甲核三厂的原子炉，拢是甲美国足侪厂共款，拢是对美国遐运过来。我伫核二厂起的，我哪知影？我唔知，我决定知影。迄美国对一间，我嘛知影，对无？所以呢，美国迄个厂供给伫美国足侪原子炉，这原子炉已经伊遐电厂拢演绎啊。但是强调，我问一个较外行的问题吼。迄原子炉敢来磨练过？伊原子炉内底有足侪，迄个叫做试片伫遐内底。啊，袂 A 镜吗？啊，都 A 镜了，啊，拢爱摕出来看这 A 镜的程度较什么程度。有试片，对开始装的时候拢装试片伫因内底啊。啊，就摕出来看看，这老化到什么程度，拢有。这个就是迄阵啊，你起的时阵，拢有用伫原子炉的壁里。意思是讲随接了，若有燃料。然后他所在坑落，就随时就会使就对了。搁一点就是讲，当然咱为着这个代志，核能安全的管理，拢爱做，对，拢爱对人民做足大的迄个交代，对吧？所以我认为讲吼，这总是比起一个新的加足紧的啦，啊，总是比起一个迄个天然气的电厂加足紧的啦，啊，这个部分大家唔通袂记住，讲啊！我刚才要去看迄个天空上迄个风电，各位，川普上台以后讲什么话？风电我不要了，对不对？无啦，强调，这我老实讲啦，美国的情形，咱台湾情形啦，我相信你讲的拢会当就你的经验来推论。咱先听会长所讲，好无？歹势，来，会长。大家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电价啊，甲台电营运亏损的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大家听到讲，燃料后所在人囥，就马上能做吼。啊，这就是牵涉到这个国民党这立委修法的这个问题。咱原来这个法定规定就是讲，这条到期以前呢。前5年就要先清清。经营伊内面的法定是写讲，经营者应该依照主管机关所规定的期间内面呢提出申请。啊，这
这个期间偌济，甲用行政命令来规定讲是5天至15天。啊，这个修法呢，9月版本大多数拢是将这个关键的这句话提掉。就是5天是一个行政命令，但是伊即马就是将即句话提掉了，变成讲将原来法令所规定，希望留具这个核能电厂，如果也要继续，伊有需要做风险评估，审查将这个时间呢把它模糊化。所以我讲伊即个修法呢，形同没收核安，哦啊。第二就是讲，咱一个电厂内面除了这个主机以外，伊放核废料、放用过燃料棒的储存器呢，这个用过燃料池，伊的这条40天的规定，唔是放伊即马大家讨论的这个核管法，是放伊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这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5条呢？甲第9条拢写甲真清楚哦。按照扩下型物料管理法所核发的这个执照呢，拢40天，哦，拢40天。所以这个是我当下去看这个机啊尔，周边的物件还未收啦，无周边的物件无人去管，所以会变成讲哦，这个修法变成讲一个。电厂内面呢，有人已经使用啦，有人去继续伫遐发电，乱七八糟啦。所以讲，原来一个真好的这个核能原子法的所有的法律体系修一个，我讲就亲像将一领真好的西装呢，改甲变一束利利落落的困衫啦。哦，会长，我安尼问啦吼。啊，这领困衫已经改做安尼啊，吼！啊，那这就袂当去餐厅去食饭嘛，吼！啊，但即马会当搁改做会说小可会穿的外口，甲踏一领，啊，然后吼，这个核能电厂可以上路吗？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以前，咱就先回归到伊的正义程序。定数爱证据啦。对，你原来所规定爱提出的报告。爱审查的时间，拢照起工来。啊，安尼咱社会啊，对这个才会安心啦。因为这个问题有迄个担心的人，至少有一个清楚的交代吼。所以规个定数吼，爱回到这个定数这鱼顶管。啊，即摆毋是啦，都含古早就出落去啊。就是卖硬卖就对啦。啊，无都去说服。对这个严厉有疑虑的这个社会大众，是，我先处长先讲，伊要回应你的话。我有3点补充。是。第一点就是拄啊，王长长讲的吼，讲若是准做假设说吼，核三厂这部机一旦延役的话，今年发300亿个电，伊即摆发电的成本大概1块4，咱目前的售电卖电3块4。所以一度电升2块，会当创造600亿的收入。假设说天然气继续赶快来管，它就亏损会减少。如果天然气能够下降，它就不会亏损。这第一点补充。第二点补充吼，台湾的规定，核管法规定讲，研议的规定，大部分拢对美国来，咱大部分拢参考美国来，但是美国敢若赶快规定，但美国咧变。为什么？伊嘛电无够，伊欠电，所以美国哪做？我举2个例哈，一个就是加州蘑菇鬼电厂，伊伫去年伊落去，去年12月就已经40年啊，借期啦。啊，伊就另外一部机是，伊就两块今年的8月，但是伊伫前年2023年12月提出延役申请，伊当初真正就要提出延役，但是加州的电力委员会无同意，伊嘛叫控制噶。尾啊，对，尾啊，伊同意了后，就送去美国核能管制委员会。核能管制委员会甲答应，甲讲，你我审查爱2年，平均爱2年，啊2年间你要超过迄个
迄个时限，用要紧，你继续运转。伊讲你真简单，40年搞对无？40年前一天，甲40年后一天，敢有差大？安全拢无共款，敢有拢无共款，对无？这是当然，这真歹讲咧。你公主讲过去拢咧讲吼，你爱其用，我爱其理啊。你爱伊只样啊，我爱迄个正义定数。对，我知，我了解。我毋是讲定数无要紧，定数真要紧。我完全同意教授讲的，定数真要紧，而且对个人有交代，这我同意。我是讲做美国的是安尼。是。啊，我即摆再讲一，拄啊，王厂长讲的是事实。其实核1厂、核2厂、核3厂在灰核价还无真明显的时阵，这些老化管理谁人做啊？毋是无，唔就今日我这说毋是。早就做好底啊，但是今晚人要搁处理，要演绎，有部分要更新，哦，设备后面慢慢做，然后跟你做好底啊，唔是无，都有做，唔是讲我今日要演绎，我才开始做，唔是，一早做有底啊，哦，我的看法是安尼，过去核一厂曾经提过演绎，原子能委员会下叫核安会也曾经审查过，审查快已经接近快完成了，但是因为福岛事故。台电就撤回，以迄段时间来评估吼，伊的程序第一点就是叫程序审查，第二个是叫做安全审查。这个命运来所致啊，已经要定数要过啊，搁造一个来。对，也原能会核安会也程序是第二程序审查，第二是安全审查，第三叫做现场视察，这3项加起来，伊过去经验是2年。爱2年嘛，就加啥？加伊甲美国类似2年嘛是，爱2年。拄好寿兴讲的，拄好准。2年差不多，伊讲12个加18到22个月嘛。那个是就原能会，现在就核安会说的。对，但是你这是最短了，这还是最短。对，拄啊，王厂长讲过啦，时间我有加班去做完，你时间赶起啊。我比较不如伊啦吼，我生日无咧过后面的嘛，为当提前，为当后面过嘛。有当时吼，天有不测风云呐，这生日也无够吼，人都无去嘛，无一定啦。但是我也是要问一项代志，就是讲，我相信在座4位拢嘛无法度保证讲，这核能电厂会发生代志。啊，世界各国嘛提出足侪，因为这我是听这种论述是听30-40年啊。但是各国有各国的这个地理条件啊环境，但是咱是一个海岛，咱如何爱来发展咱家己对核能的态度？这我嘛真赞成啊！像即摆就咧讲的 SMR 吼，讲甲会飞天遁地，但是就足贵的啊，都无材料啊，是毋足贵的？贵啦，无一定啊，无一定啊，但是何年何月才会实现呢？我先请贾老师，你的资料先，互你讲完。大家讲这2档这个数字哦，和我大家所讲的这个放射性物料管理法内面所规定的都要同款，就是周边这的设施呢，2档前都要提出申请，都要就是，所以讲。这个物件卡掉的，嘛是这个物件卡掉的，较袂产生讲哦，这个主机啊，甲这个主机原理啊，周边的这设施呢，处理这问题，袂当用的问题。所以看整个对台湾这个原子能法律的体系，爱大家爱坐落来好好检讨。毕竟40-50年来，过去这先辈吼，安尼决定一条一条定，嘛真用心啦。所以看起来是一束真好的西装。啊，怎为着要将核2、核3，要解套，啊，就仓促修法，无爱好啊，请教这中辈出来讨论。啊，即摆就是讲迄个。等于大家拢讲到这个灰核家园，甚至台电亏损的这个凶手啦。啊，我最近整理出来，2000年至2016年，这16档的时间内面，3座电厂拢正常发电，啊，伊再生能源呢，比率呢嘛增加3%到4%尔，就是讲。
即马大家讲啊，即个核能发电足俗的，啊，即个台电拢去买真贵的即个绿电，啊，2016年这16档的时间内面，核能发电继续咧做啊，啊，要去买真贵的即个再生能源嘛买无啊，但是这16档内面，台电嘛有亏损，嘛有趁钱，所以讲，咱哦，观众朋友来看，要将即个台电这段期间发生亏损这个代志，拢送互即个飞核家园来讲，对飞核家园这几十档来，咱台湾人民拍拼的这个目标嘛，真大的伤害啦。会长，这是对统计数字吼来看，这底啦是安尼啦吼。但是你认为台电的亏损，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伊必须要原物料要进口，爱来发电嘛吼。所以是毋是这个因素？也许是，比如讲天然气，迄年就真贵，石油咧烧的时阵就真贵，安全都安全，是啥物原因呢？大家这2天，因为这个因要修法吼，嘛有提出真侪说明吼。啊，伊网络顶悬就有公布，这3档内面，伊的这个每度电的成本，伊提出的数字是有超过50%以上的，拢是因为燃料成本起价所造成的。啊，除了燃料以外呢，伊嘛提出讲，即几就是台电，因为伊有国家的任务存在嘛，伊需要为了稳定物价、照顾弱势、吸收成本，伊就提出讲，这3档内面，伊吸收的成本呢，总共是5993亿，哦，就是吸收的成本啦，哦，就安尼。啊，第二，伊又讲出讲，因为为了要稳定物价嘛，所以该起的电价伊无起，伊就提出讲，如果会当比较韩国安尼，按照成本落去起价吼，伊就袂亏损。哦，这拢是台电的讲法啦，毋是我的讲法。啊，即摆就是含住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讲你信不信？哦，你信不信？就亲像大家讲的，赖总统讲2032年，啊，你要信无？我无基础，通好信是啊，即摆就是台湾，即摆一个讲的就是，这个议题顶悬吼，含住一个足大的危机，就是互相信任无基础，无基础，已经是台湾要继续落去的最大的危机，就是互信已经无拢逐个，你讲我无爱信。啊，我讲的你嘛不会信。袂啊，恁讲的我拢信。就是这个互信的危机啦，哦，互信的危机。所以台电伊有提出讲法，但是无要信的，嘛是无要信。处长你有要信？我要补充，真要紧。台电吼，这个顶个月伊2个月前，伊的财报的财报吼，你甲看吼，伊个天然气发电亏损28亿。然后一个再生能源哦，主要是绿电啦、风电啦，亏损57亿，好，然后光电亏损5亿，唯一赚钱的是2个，一个是核能的8.23亿8亿，个南面的6亿，甲这2个谈，其他拢了。啊，我这样我同意啦，同意教授讲的啦。问题是啥？为什么台电讲是对？主要是天然气上涨影响真大，但是你安尼想无？你若有核能，是不天然气占比降去？核能你若20%，天然气就免50%，变30%，啊，是毋是伊是毋是伊原要受这个天然气涨价影响较细？啊，因为你天然气管嘛，啊，所以外面一浮动，你就吃亏了嘛。这当然听起来是言之成理啦吼，但是就所因的算法，核能的成本啊，佫有外在的成本，佫有社会的成本，互你，我这个互你讲者。的确，我觉得大家看法不同，就是这是廖先生的诠释。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来看整个世界的核能趋势，我们可以讲说，在这个像刚刚王前厂长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是核能建厂的高峰，但后来这个核能产业是逐年下降的，也不见得跟核灾有关，因为其实核电的成本其实后期就是越来越高，因为新建核能成本时间既久又是越高，
所以现在目前我们看到这个2023年，就是最新出产的2024年世界核能产业报告，它评估前一年呢，目前核电的占比在全球的这个能源占比只到了9.1%而已，然后跟它90年代的高峰期是不能比的，它是一路下降，一路下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核电的新建成本高，然后再生能源成本逐渐降低，这是一个世界的趋势，所以这个产业是逐渐就是往这边倾斜了。那当然，福岛核灾后来更严重的是福岛核灾的关系，然后让核电的安全标准变严，然后呢，如果你要加强它的安全跟耐震系数，成本也变高，所以其实新建核电厂数量又更少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来看的话，为什么像美国核电厂会这样演绎？就是因为要新盖一个核能电厂，评估起来又贵又久。贵起会所以干脆是研议旧的。的确，现在有一个这样的趋势来，但是问题是研议的时候，大家就要去考量说到底安全行不行？不是每一个核子反应炉它都可以研议，它都能够经过安全标准。就意思就是说，好像不用考试，通通100分，不行啊，它还是要经过考试。不安全是不是不安全呢？福岛核灾如果给大家带来任何一点教训的话，就是说我们大家对于核能安全是不能轻忽，因为它不是100%不会出事的嘛。所以你必须要把安全标准，包含这个断层或地震这些标准，全部都要提升，就是我们说要加严。那可是问题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法院里面修法是放宽，这完全就是不对的。就是我们认为说，就算你现在要重新考虑核能，那你也要看看你是应该是在这个历史经验上，在台湾的这个断层跟地震带经验上，你应该是加严，而不是放宽。就像我们刚刚谢老师讲的，这就是没收核安。这样是不合理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公共政策，要不要用核电，就算我们退1万步说，你真的让你来考虑了，那你是不是这些东西都必须要为台湾人民权益把关？你要用最高标准考虑。而且我们像刚刚讲，美国这个魔鬼谷核电厂的研议，其实现在要花多少钱还不知道呢。就是虽然美国政府说同意他研议，但问题是那只是他的一个法规，但是问题是他研议要多少成本？好像说他也需要政府补助差不多14亿美金左右。如果超过14亿美金，所以政府就是说我可能也贴补不了了。那电力公司如果他也不愿意承担的话，他也未必能够研议。所以其实他在能不能研议，他考量的是包含你的安全标准过不过，还有你成本划不划算。如果过高的成本在我们能源政策里面，我觉得这是必须列入考虑的。现在好像大家都觉得核电研议就不用成本，好像还是过去的1.4块4吗？如果我们今天要把它加高它的安全标准，例如说我们发现核山下面有新的断层证据，要提升它的耐震系数。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老化的评估里面发现里面很多设备要更换，那些都是要钱的，不是不要钱的。所以我觉得评估研议完全没有成本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他主要强调是讲，不是讲无成本嘛，吼。我无讲无成本哦。第一，这是第一。第二，我替你澄清一下吼。第一，你无讲无成本；第二，这物件会当快速，但是硬体的物件袂当。硬体是也袂当。安全安全。核能安全嘛袂当打折。这所以咱大家有共识嘛。咱拢台湾人，咱爱对台湾这土地负责。是啊。所以核能安全绝对袂当拍折。但是呢，迄个软体物件爱开花，迄个时间遐尼长的时间，爱评估的时间遐尼长的时间，咱会当甲缩减。但是评估的顺序，咱袂当拍折。完全袂当拍折，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咱爱对台湾这块土地负责，无但爱安全，而且爱经济。这是阮核能工作者一直要求安尼，所以刚才树星所讲的说，核能电厂建厂很贵，就是因为它安全要求太高，所以建厂一直很贵。但是呢，现在为现在美国大部分拢买研议，因为这逐年拢都大修，做较好势。现在他都不要研议，我的同学内底足济3、4个伫美国咧做研议，因拢大家讲研议上大的迄个重点伫对呢，伫原子炉。第二个迄个土木，这个土木，阮去过电厂，阮知影，这个土木甲原子炉拢是比你设计连线加足好的，所以呢，美国现在他讲，因拢评估以后，就当研议，评估以后当研议，这零件，这小零件，我讲一个小零件，每一摆大修拢会评估，因为阮的物件爱做较好势，敢若讲一个人的病例，拢不爱做较好势，爱拢做较好势。所以是安怎？我会请教过讲，因摆伫核厂做高级主管的人，我讲到底咱有法度，速度真紧来发电无？伊讲有法度，我的燃料我都摕出来，我都法度。核产厂呢，佫较简单。核产厂燃料本来就有通去嘛，对吧？即马就是一个上大的问题。我一直讲遮久啊，就大的问题咯。咱政府的官员，咱的人民，政府的官员非核家园，
会和家人一直无要这个观念，爱小可修正一下，甲世界各国看卖，看世界各国现在他拢开始利用核能，为什么？这上重要。这强调，我在我的想法就是讲，我不管世界各国是安怎啦吼，会当参考，但是咱来爱些转来咱家己下台湾这块迄韩之岛吼，迄小所在，有这个材料，有这个无这个材料，通好承受啦。唔惊一万啊，惊万一啊，你啊。即马就是讲吼，咱会万一呗，这上重要。我嘛唔知啊。我讲这万一呗。你爱去强调恁做个强调，你嘛无一定当讲100%。我讲会听。对嘛？这问题就是伫遮，咱大家去研究讲，是安怎辅导才发生这代志？好，是安怎车诺比才发生这代志？是安怎才发生这代志？咱吼，这代志，咱到台湾会发生未？到台湾有法度来避免未？这上重要。好，哦，咱有法度，咱用头要紧。咱台湾小小一个土地，咱也无资源。逐项拢爱进口，对不？天然气也爱进口，煤炭也要进口，对不？啊，水啊是一点点尔，啊，风力咧贵三，像廖处长你讲的讲，1月份干那用风力尔，都了过来热气啊，对不？啊，现在它光电无呢，光电才用1%尔。我讲一下，因为1月份较无啥光电，无日头啊，我无日头用1%尔，所以了较少。啊，即马7月8月以后，光电搁济啊，搁了较济。所以哦，这最重要的，你爱一个所在面包加安全，吼加生活，规个爱考虑做伙，规个考虑做伙，这才是咱生存的上重要的所在。来，会长，来。因为大家去讲到这个核能较俗，啊再生能源较贵上重。啊，我最近看一份这个国际能源署的这个报告，啊，伊提出美国、欧盟、中国、甲印度的数字，啊，这个数字内面看会出来，就是讲核能的电的成本呢，并唔是价格，价格是这再生能源。啊，我就真好奇去问人，是安怎算？我即摆就是讲安怎算？啊，结果就是有一寡人了解讲啊，因的计算的基础呢，和台湾无共款。台湾核能的部分呢，算了上俗，哦，算了上俗。啊，伊即摆就是大家事情在讲的，就是伊有一个算法，就是讲叫做平准化能源成本，哦，平准化能源成本，伊就是将这个能源的 LCOE 啊，LCOE，伊将这个能源规个生命、寿命的这个期间内面的成本呢，拢算出来。啊，这种算出来情形之下，变成讲核能的成本呢，比这个再生能源较贵。所以，如果真像美国所讲的，啊，这个核能足赞的啊，啊，现在因嘛无全部用核能，伊嘛是多元化的这个发电啦。哦，啊，台湾多元化发电自古早以来就拢坚持啊，所以咱就是能源有分散嘛，核能也有，水力也有，煤炭也有，啥物拢有。哦，这是一个大趋势啊！哦，大趋势。所以会长，我先问结论啦吼，你赞不赞成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在严格的这个修法之下，来考虑讲会当来重新启用着核二、核三？严格的审查处理，较侪人共识。我个人我嘛，袂使伤坚持讲无爱。哈，嘿，啊，这个我看落去个公道咯。嘿，好，是咪？这我看落去个公道来注定。我补充2点哦，第一点，这是2020年国际能源总署统计起来，欧洲跟美国核电研议成本一家，哦，另一查2020年，好。大概1 kW 度吼，对400到600之间，400到600之间。美金啦，嘿。啊，咱台湾吼，我也算过啊。台湾那核2厂、核3厂，每一场研议大概成本伫400亿，400到600，加500亿之间。换算
换算成美金，1 kW 大概700块，所以跟杜海差不多。但是杜海是2020年哦，这嘛是2005年哦，有物价上涨，所以咱演绎的成本，跟今嘛我有你看这非常接近，非常接近。哎，你要在20年哦，20年哦，稳在20年哦，你安尼想哦，所以你甲换算到 LCOE， 发电成本偌济？1块5角3，甲1块5角7。你甲想看卖嘛？你500亿、400亿，你甲赌20年，做偌济？因为伊演绎20年哦。处长，你这是对这个盐压来起算嘛？对。啊，他多会长是对咱他讲的 LCOE。因为这有性命，啊有半衰期，啊佮中老，这就是 LCOE。哦，这就是 LCOE， 发电成本是 LCOE， 整个都包括除以大概占15%，把它除以在里面。台湾起码在台湾目前的除以已经提列了1700多亿的，已经提在手上1700多亿了，不是无钱有钱哦。那平均除以一个厂，过去的经验大概300亿左右。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强调讲，若是会使法令若拢通过严格，啊，大家有共识。对，这个要我同意。啊，我来问公民团体了。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讨论核电重启，我还是认为说，我们必须认真的评估它到底有没有可能，不管在安全上、科学上或成本上。不做这个评估，我们大家就主观说我爱核能，我不爱核能，这没有对我们大家没有意义，也不是一个公共政策讨论好的方法。我们来看，像这日前我们看到像缅甸这么大的地震，即使泰国说它不是在地震带上，它都被连带影响了。所以其实跟地震这个风险，其实在台湾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大家说，爱台湾说好像看到这些地震觉得很习惯，是因为我们在地震带上嘛。所以其实大家都不要忘记了，今天在讨论这个核三可不可以演绎的时候，核三下面我们就是发现有活断层的证据。我们要知道，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日本的敦贺核电厂。正是因为它的原子能这个委员会认为不能否认下面有活断层，所以就否定它在运转。日本很大，虽然有些电厂重启，但正是在危险的地方，它不会让它重启。所以敦贺核电厂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它就是说不可以重启。那我们核三下面也有活断层，我们到底要不要让它重启？要让它延役，这是要认真考虑的。那像我们现在看到说，最近这个地震大家都很关心嘛，所以我们不是说日本南海海潮会有大地震吗？前2天新闻都有在报。日本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在福岛核灾之后，在靠近南海海潮大地震的核电厂，静冈县的核电厂马上就关了。他从来没有说那边那核电厂要重启。所以今天我们在谈论别的国家电厂要不要延役跟重启，跟台湾的状况是不一样。你要先看你这边地质上有没有安全，你要看你的这个燃料有没有地方放。像我们刚刚讲核二，当然说哦，燃料棒有地方放就可以运转，但现在就是一个不能放的状况，它就是爆满。干式储存厂也要盖，恐怕也要到2、3年以上。而且我还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干式储存厂不是核废料最后的家，它只是一个暂时储存在核电厂不得不的选择。你必须要找到核废料最终处置场，你要把它移出来，这个核电厂才算是一个正常的，是可以再继续使用的。这个事情也不解决，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你核安的问题你要加严，你要核废的问题你要解决，那这些没有解决，我觉得是很难取得社会共识的。这其实吼，咱今日安尼讲吼，还有一个上大的问题，就是讲，你嘛爱台电爱家己爱提出来，台电爱提出延压呢。你唔是立法委员讲，你若搁开，我就搁开咧。台电我感觉讲，我会多，我就会多啊。我亏损，我就亏损啊。哪有可能立法院做了什么附带决议，讲你明年袂使搁亏损啊？除非你搁重启着罚2、罚3，这种情形无一定袂出现咯。所以我感觉大家爱重新来严格来认白讲，即摆面对的现实就是这法令、这定序正义，我真赞成咱会长所讲，这所有物件爱提出来检查一下啊，大家好好提出来讲啊，吼，这上后尾就剩1分钟，我来，互你个感性就讲者。崔秘书长的吼，第一点，日本伫2011年发生福岛事故了后，伊所有的核电厂全部停掉。因为伊无评估安全嘛，但是到今嘛为止用12部重启，其中有10部延役20年。日本，伊甲你共款，伊的地质甲你一哇吼。我你讲，给你报告吼，其实核二厂、核三厂、核一厂拢做过一个叫做
耐震概率性的风险评估 SPRA 也都送到核安会正在审查，都有。对耐震设计怎么样去加强都有，让五点不是没做，那叫 SPRA， 好，叫做耐震概率性的风险评估，让我们做，而且补充这点。处长的意思是讲，也是有方式方法通好来处理啦吼。但是我会感觉讲，即摆现不现就袂负气，吼，那有可能讲，那今年的热天就可能会缺电嘛？会长，你感觉咧？依照原来的这个进度嘿，我个人是真希望这个第三厂2号机爱。